这个泰鲁阁号火车败马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，包商李义祥和检方用过失致死罪来起诉，但是依照着刑法，上悬才会当判5年。社会公论质疑讲，安尼判伤轻咯，所以行政院嘛，伫今仔日确定，把这个刑法的过失致死罪上悬的刑责，为本地5年有关到10年。在这次的修法。 区分了犯罪情节的轻重以及侵害法益结果的程度，就过失致死罪加重处罚刑度。那么最严重的过失致死罪刑度最高可以判到10年。虽然这项的刑法修正的草案，红叫做是李义祥条款，也毋过就算通过立法院的审议，嘛袂当追溯到过去的犯罪，也就是讲，并无法度用这个法条来甲。李义祥甲判罪。